自2024年2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了会开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士师记》14章第1节到15章第8节。参孙落去丁那，伫遐看到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查某囡仔。参孙倒去，甲因老爸老母讲：我伫丁那看到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查某囡仔，请互我娶伊做某。伊的爸母甲伊讲：伫咱的宗族甲同胞的中间，减无查某囡仔，你若要娶无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查某囡仔。参孙甲伊的老爸讲：我介意伊，我要娶伊。伊的爸母毋知即个代志出伫上主，因为上主找机会要攻击非利士人。迄时，非利士人管辖以色列人。参孙甲伊的爸母落去丁那。参孙到丁那的葡萄园的时，忽然拄着一只少壮的狮对伊大声吼。上主的神大大充满参孙，伊空手甲狮拆入，亲像咧拆入山羊仔。这样代志，参孙无甲伊的爸母讲。参孙落去甲迄个女子讲话，真介意伊。过一段时间，伊倒去要娶迄个女子做某。伊蹛对路边，要看迄只伊拍死的狮，看到有一受芳甲蜜伫狮的身躯内面。伊乌蜜下伫手里，哪行哪食，来到伊的爸母遐，分互因食。毋过无甲因讲，蜜是对狮的身躯呕出来。伊的老爸落去迄个女子遐，参孙照迄所在做新郎的惯例，伫遐办桌请人客。非利士人看到参孙来，就带30个人来陪伴伊。参孙甲因讲：我现在要出一个谜猜互恁，恁伫宴席的7日内若猜会出，我就要互恁30领幼麻布的内衫，30套礼服。恁若约袂出来，恁就互我30领幼麻布的内衫，30套礼服。因讲：请讲你的谜猜互阮约。参孙就讲：食米对吞食会出，甜米对强猛会出。因3日久约袂出。到第4日，因甲参孙的某讲：你着甲你的丈夫闹话，互阮知谜猜的意思。若无，我要放火烧你甲恁老爸的厝。恁请阮来是要抢阮是无？参孙的某拍伫伊的肩头顶剃头讲：你是怨恨我，毋是疼我，因你出谜猜，互阮本族的人，却无甲我讲答案。伊应讲：我连爸母都无甲因讲，哪通甲你讲？参孙的某伫伊的面前啼哭哭，到宴席的第7日，参孙未堪得伊逼，就甲伊讲。伊的某就将答案甲伊本族的人讲。到第7日，日落以前，城内的人来甲参孙讲：有啥物比蜜较甜？有啥物比狮较强？参孙甲因回答讲：若无用我的细只牛母犁田，恁绝对约袂出答案。上主的神大大充满参孙，伊就落去亚实基伦，杀死30人，抢因的衫，摕互约着谜猜的人。
参孙气噗噗倒去因老爸遐。参孙下某煞嫁予伊个伴娶的中间的一个。过一段时间，到挂麦仔的时，参孙带一只山羊仔去找伊的某。伊对伊的丈人讲：“我要入去房间找阮某。”伊的丈人毋准伊入去。丈人讲：“我想你足摕伊，所以我将伊嫁予你的伴娶。伊的小妹比伊较水，你通娶伊。”参孙甲因讲：“即遍我有正当的理由对付非利士人。”参孙就去掠300只狐狸，将因两只的马拔做伙，佮将迄马拔伫狐狸马的中间。伊将迄马点倒，放狐狸入去非利士人的卖园，将挂好菜伫遐，甲还袂挂的麦仔拢烧了了，连葡萄园甲橄榄树嘛拢烧去。非利士人讲：“这是啥人做？”有人讲是丁那人的囝婿参孙，因为伊的丈夫将伊的某嫁予伊的伴娶。非利士人就去放火烧迄个妇人人甲伊的老爸。参孙对非利士人讲：“恁既然做即款代志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毋放恁煞。”参孙就出动手攻击因，杀死真侪人。后来伊落去住伫以坦的石洞内。罪恶的开始，人的罪恶犯罪，往往拢是对微细的代志开始。当人犯罪却无感觉到有啥物关系，一遍搁一遍出在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，甲上帝的关系就安尼哪行离哪远。参孙的罪恶拄是对伊的任意妄为开始的。参孙伫顶仔看到一位非利士女子，转去就要求爸母要甲迄个女子带入门。参孙无顾爸母的劝告，执意要带伊做女子，其实已经违反上帝的命令，就是毋通甲外族人通婚，以免受诱惑离弃上帝。参孙甲爸母往顶仔的路中，拄到一只狮仔豚对伊吼，若像是咧警告伊毋通前往危险之地。参孙赤手空拳拆立迄只狮仔，也要甲即件代志讲互爸母知。过一段日子，参孙伫狮仔的尸体内面发现蜂蜜，毋但乌蜜汁，也甲伊的爸母分享。参孙接受史诗已经破坏那西尼人就是利属人的愿。参孙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毋管爸母的想法，也毋管上帝的命令。伊的所作所为，互家己落入诱惑的危险，却完全毋知影。笔者伫牧养教会的过程，拄着会拄着前来寻求经济帮助的人。捌有一个20几岁的少年人来教会寻求帮助，伊因为食毒坐几年的监牢，出监了后，想要开始过新的生活，总是厝呢无任何的亲人会当协助伊。所以，我陪伴这位少年人去翕相馆翕证件相片，搁做伙去区公所申请补助。我搁带领伊祈祷，求上帝帮助伊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。过一阵仔了后，伊来到教会找我，真欢喜分享伊已经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。
我真替伊欢喜，也为着伊祈祷，求上帝带领伊继续向前行。我提醒伊，现在的生活得来无容易，爱好好珍惜，千万毋通搁行回头路。过一段时间，少年搁来到教会找我，伊满面忧愁，甲我讲，即遍伊是来甲我讲再见，因为伊搁行回头路，搁再捌毒品，准备也要转去坐监。听到伊的道别，我真正感觉真沉重，感叹一个人决定要过新的生活，却因为无法度拒绝有益，搁再沉溺伫歹习惯，破坏好不容易开启的道路，这实在是非常可惜。当参孙发现家己所娶的丁仔女子已经嫁予别人，就急要报仇，所以伊甲狐狸尾把火把烧掉非士人的庙园，连葡萄园、橄榄园也烧掉。这复仇的行动带来搁较侪的仇恨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当参孙出在家己的意思和欲望，就学得听入父母的劝告，也袂记得上帝的命令，甚至袂记得家己是上帝要使用的人。当人顺趁家己的欲望，就学得看见别人的需要，也学得看见上帝的旨意。愿上帝引带咱意识到罪的破坏力，会当远离罪恶的诱惑。默想，看见一味孤行的参孙，互家己陷入危险，带予我甚物心思？看见一味孤行的参孙，互家己陷入危险，带予我甚物心思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求你带领我谦卑，跟对你的脚步，伫人生的道路会当倚靠你来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